广东关注，继续来看新闻。7月9号，中国警方成功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名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今年以来，中国警方已从东南亚国家遣返回国多批偷渡人员及组织者。经警方初步侦查，这些偷渡者主要来自新疆，他们准备前往土耳其，有的欲借道土耳其赴叙利亚、伊拉克参加所谓圣战。同时，土耳其存在多个组织偷渡团伙。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也为偷渡提供便利。警方在初步核查此批偷渡者身份时发现，其中有13人是涉恐出逃人员，还有2人是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据偷渡人员交代，他们中间不少人受世维会、东伊运发布的暴恐音视频的煽动蛊惑，产生了参加圣战的思想。在偷渡过程中，也有人不断地向他们灌输强化宗教极端思想，怂恿他们到叙利亚、伊拉克参加所谓圣战。被抓获的麦和穆提、奥布利等多名组织偷渡人员供述，偷渡团伙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偷渡网络，内部分工明确。偷渡路线是从陆路或水路经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最后从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前往土耳其。偷渡人员被送至土耳其后，不少人在东伊运恐怖组织的带领下进入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而在偷渡途中，一旦遇到阻拦，偷渡人员往往就地圣战。2014年3月1号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案件，就是企图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受阻后所为，共造成31名无辜群众死亡，141人受伤。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一些偷渡人员受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指使，在叙利亚、伊拉克参加圣战。经过培训后，又被派遣潜回中国，发展培训恐怖分子，企图制造暴恐事件。今年以来，警方已经抓获多名潜回国内的暴恐分子，破获多起暴恐预谋案件。据警方介绍，每名偷渡人员需向蛇头缴纳高达数千美元的偷渡费用。这些费用最后大都流向了东伊运恐怖分子开设的银行账户。经过侦查审讯，中国警方发现，这些组织偷渡的操控者均指向土耳其境内。中国警方已向土耳其警方通报了8名蛇头的情况，要求土耳其警方予以缉捕。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在中国境内已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交代都是受在土耳其境内的蛇头指使，开展组织偷渡活动。为他们提供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窝点也在土耳其境内。警方同时介绍，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人员提供帮助。2014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抓获的中国籍组织偷渡团伙头目艾利·艾麦提，绰号阿乐。谎称这个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这个人至今仍在土耳其逍遥法外。今年2月，被警方抓获的组织偷渡者武布利卡森·麦提茹则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从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帮助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到达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联合开展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一次就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参与办案的证件专家介绍说，上述护照均系伪造，且伪造水平极差，极易辨别。偷渡人员却能够持这样的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还有证据表明，在土耳其的世维会下属分支机构组织多次派骨干窜至东南亚国家，为组织偷渡活动出谋划策。同时，他们频频勾连部分土耳其政客和某些势力，为偷渡活动提供协助，并千方百计营救被东南亚国家羁押的偷渡者。这些政客出自自身的政治目的，利用本国的反突厥情节，造谣蛊惑、煽动舆论，为组织偷渡活动撑腰打气。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和警方近年来坚持严厉打击偷渡活动和暴恐犯罪，并严格依法对待被遣返回国的偷渡人员。经甄别核查，有犯罪嫌疑的，依照法定程序公正处理；对其他人员经教育后予以妥善安置。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打击偷渡活动、暴恐犯罪是各国执法部门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此次泰国警方严格依照本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违反本国出入境秩序的人员实施抓捕，完全是正当合法的。
中方对泰方在中泰警务合作机制框架下依法向中方遣返偷渡人员表示高度赞赏。今后，中国警方将继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有关国家执法部门一道，共同打击偷渡等跨国犯罪活动，始终保持对东伊运等恐怖组织的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国内和本地区的安全稳定。目前，相关案件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